代替董事会下晡进行票价调整方案的讨论，代替营运单位是提出3个方案，合理报酬有3%、4%甲5%。营运单位是希望是提这3%的方案。那最后安尼计算起来，这票价就要起35%。不过董事会是认为讲，这报告案针对着票价调整的相关评估资料做不到10层，提登去予营运单位搁再修正，后一届董事会再议。 中立火车站人来去，多数人拢是使用自动买票机买票，代替票价就要起啊，旅客多数拢是支持的态度。我觉得涨10块钱以内，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已经是蛮习惯这种模式的。调高个10、20块也没关系吧？原本价格再调高个10、20块也是可以的。 代替董事会初十下昼，针对票价调整方案进行讨论，当中有合理报酬率3%、4%、5%3方案。为了避免起予伤大影响民众权益，营运单位建议以3%方案为优先考虑。换算落来，平均起35.62%。那以这个幅度，计算中立到南港区间车票价会由原先70起到95块。代替公司规划起予会随期日递减，当中票价波动较细。 那底度虽然起予较侪，也毋过因为通勤旅客使用铁帕斯影响较细。经过大约4点钟的讨论了后，董事会认为报告欠部分票价调整相关评估资料，甲其他分区比较，参敏感度分析，决议退回营运单位修正。他们做讨论完之后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商。我们希望大家都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的状况底下，这个票价要是大家能够接受的状态比较好。距离上一次票价调整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我想，如果我没有一次涨足的话，台铁有没有下一个30年？这个完全没有人可以保证。台铁产业工会发声，也是希望会当一摆起合作，解决过去台铁因为政绩带来大了钱，也发声增加票箱收入了后，爱变的专款用伫安全解决上。台铁票价调整方案，互董事会退回了后，留点后摆董事会讨论，但通过了后，才会当送交通部审议。由罗志玲、阿北婷记者综合报道。